夏林希。 卷一张在陌生的地方，空白的未来带我颤抖的笔画填上，反复背诵的答案似乎已不够伪装。江振涵，我要出国了，希望你跟大家的公司能越来越好，我会在国外祝福你们的。你回去吧。夏林希，你现在是在跟我说分手吗？ 谁要跟你分手了？我只是出个国而已啊！我们可以异国恋呀，而且你想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视频。其实，这和我在你身边的时候没什么区别，我就去2年而已，2年730天。 很快就会过去。我知道你不想走的。我已经答应我妈了，如果我不去的话，那以后我说什么她也不会相信，她也不会接受你了。 海阔天空的方向，约定要一起前往。你的温暖装满行囊。别哭了，我都明白。你会怪我吗？我当然会怪你了。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舍不得你，我也开不了口，因为我想让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刻，我们都是开开心心的。 林希，如果你是因为我不得已出国，我今天拼了命都会把你留下来，因为我不希望你因为我改变自己的未来。但如果真的是你自己想出国深造，我一定会完全支持你。如果你真的想好了。 我会等你的，无论多久。你会等我吗？小七走了以后，来家吃顿饭吧。谢谢阿姨。我在柜台等你。